即马为着要来改善环境，咱的政府呢是划出2030年健康台湾，也有2050年净零减碳这个目标。有民间团体是表达诉求，讲其实要有健康的空气，才会有健康的台湾。希望这烧土团的发电会当赶紧倒台。民众夜排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前抗议，诉求要有健康的空气，才有健康的台湾。希望倒台烧土炭发电。有抗议的民众讲，伊的老爸着肺癌，主要的原因就是空气污染，嘛因为老爸着病，厝内的经济受到真大的冲击。对阮的经济拖磨，对大家心情会拢做无好的安尼。我是希望讲，其实咱有较清气的能源用来做，咱的整个政策会用讲。较节能的部分安尼吼，咱其实毋免互大家家庭拢面对着这种风险。有民团表示，烧土炭排出来的废气内底有真侪致癌的物质。因摕国外研究来算，台湾台中火力发电厂的10部机组运作，会造成查甫着肺癌的风险增加14%，查某增加20外%。民团也提出6项诉求。要求政府要管控烧土炭排出来有毒的物质。过年的期间，全面停止烧土炭，含创新能源效率立法等等。变做歹人，嘛是咱袂引起了竟然。台湾到即阵，阮查会到的，阮请教专家，没有管控，一直只还有上毒的欧盟管控，已经20多年啊。民团甲受害者家属等等，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台湾的空气品质，替后一代的健康设想，互2050年的净零目标，毋那只是口号尔尔。记者陈心动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